自2024年10月22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主的正手写字，圣经咱做来听读。但以理书第5章第19、31节。伯沙撒王举行大宴会，邀请1,000个大臣来甲伊做伙饮酒。伯沙撒啉酒啉甲爽快的时，伊命令人将伊的阿公尼布甲尼撒对耶路撒冷的圣殿抢来的金器、银器搬出来，互王甲遐个大臣以及王的后妃缀酒啉。人就将对耶路撒冷上帝的圣殿抢来的器具摕来互王、大臣甲后妃啉酒。因若啉酒，若学了因用金、银、铜、铁、茶、石头做的神明。迄时，忽然出现一支人的砖头仔，伫王宫顶台对面的石灰壁写字。王看到写字的手，面就失色，非常惊吓，腰骨无力，脚头有哭哭潮。王大声喝，命令遐个行法术的、星象家、占卜的，拢来到伊遐。王甲遮个巴比伦有智慧的人讲：若有人捌遮个字，搁会晓甲我解说，我就要赐伊一领紫色的外袍，甲伊挂金破链，互伊做全国第3大的。王所有的顾问拢进前，毋过因袂晓读遐个字，嘛袂晓甲王解说遐个字的意思。伯沙撒王就真惊吓，面失色，伊的大臣嘛毋知要安怎。太后听见王甲伊的大臣的话，就入去宴会厅，对王讲：大王万岁！你毋免惊吓失色。你国内有一个人，伊有至圣神明的神。你阿公尼布甲尼撒在生的时，就发现这个人有洞察力，真聪明，亲像神明遐尼有智慧。恁阿公尼布甲尼撒王有设立伊管理术士、行法术的、星象家甲占卜的。是因为伊有非常好的灵性，有智慧甲洞察力，会解梦，会解答问题，解说奥秘的事。这人叫做但以理，尼布甲尼撒王阁甲伊号名做伯特沙撒。你现在就通调但以理来，伊会甲你解说这个字的意思。但以理随时互人带去见王，王问伊：你是我的先王对犹大地掠来的犹太人但以理是无？听讲你有至圣神明的神，有洞察力甲聪明，阁有智慧。现在我有调这个顾问甲术士来我遮，爱因读这个字，阁将内面的意思甲我解说，毋过因拢袂晓。我有听讲你真后解说会解答问题。当你若会晓读这个字，阁解说互我听，我就要赐你紫色的外袍，甲你挂金破链，阁互你做全国第3大的。但以理应王讲：请皇上保留你的礼物甲赏品，也是送互别人。当我要读这个文字，阁将内面的意思甲王解说。皇上至权的上帝有将国家、权柄、公营、尊严赐予你的先王尼布甲尼撒王，因为上帝有将大的权力赐予伊，
互遮个民族、邦国，甲讲逐种语言的人民，拢伫伊的面前行行行行，嘛互伊会当照家己的意思，互人死，互人活，甲人高升，甲人降低。毋过，伊内心自高自大，性情固执，眼中无人，所以上帝将伊对王位赶落去，将伊的尊严抢走。伊就互人赶离开人群，伊的心变做野兽的心，甲野驴做伙大，亲像牛食草，互露水冻。直到伊承认至高上帝在掌管世间的国家，照伊的旨意选立人治理。必沙撒，你是尼布甲尼撒的孙，虽然知影所有遮个代志，毋过你犹原无要谦卑，竟然自高自大，攻击天顶的主，派人将天顶的主圣殿内面的器具带来你遮。互你的大臣甲后妃用来啉酒，你阁学了遐用金、银、铜、铁、茶石头做，袂看袂听，啥物拢毋捌的神明，颠倒无尊重迄位决定你生死、掌握你的命运的上帝。所以，上帝互一只手出现写遐个字，遐个字是米尼提克勒甲比勒斯，意思是安尼。米尼就是上帝已经计算你的国家的年数，要互伊结束。提克勒就是上帝用天平甲你称，你无几两重。比勒斯就是你的国家会分裂，会交互米底亚甲波斯。必沙撒就下令，甲但以理穿紫色的外袍，挂金破链，搁宣布伊做全国第三大的。迄暗，巴比伦王必沙撒互人杀死。米底亚人大流士62岁的时消灭巴比伦国。主的正手写字。今日这段经文的叙述，亲像在做电影，将镜头带到一场聚会顶面。这时，巴比伦对尼布甲尼撒王的囝必沙撒接续王位治理国家，但以理还留踮伫王宫，继续服侍新的王。镜头转换到一场的晚宴，上主若像惊悚片的导演，制造悬疑的氛围，一时间甲欢乐的气氛散往诡异惊悚的画面。原本众人拄在啉酒欢喜，雄雄出现一只手伫上险恶的壁顶伫写字，甲所有人拢吓惊着。身为当当时上有权势的王，这时也面色死白，就吓惊甲骹徛袂在。咱无度理解，伫遮为甚物雄雄会加入这段的叙述？导演仔亲像也无意要对观众做解说。身为上主的忠实观众，无学得理解，上主总是透过颠覆性的行动，爱人明白，在位者就算是拥有世间无法度匹配的权势，面对上主也是无能为力。就算是贵为帝国的君王，也需要屈身去找互因宰制，
甚至逼做奴隶的以色列人来帮衬伊破解恶弊。安尼的叙述毋单单是咧指但以理有特殊的能力，更较显明解梦、解谜，也是回应疑难杂症，这拢是上帝的作为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上主并无照着文书，互但以理推翻政权、重回大笔王朝的荣耀时刻。但以理要爱继续服侍外邦人的君王，也必须随时警醒，无家己陷入敬拜偶像的危险。尼布甲尼撒王捌亲身体会上主的力量，搁因为安尼日捌也敬畏上主，总是伊的继承人，无安尼又原自我、骄傲、占卜。因为安尼，咱对叙述中眼见上主互人敬畏的作为，手象征上主的工作，有拯救也有审判的意义。伫中东文化，手是上会当表达能力的身躯的部位。伫埃及的象形文字，也会当看到举双手、掌心向外，代表敬拜；手掌向面的符号是表示哀伤。伫遮出现一支手伫墙仔写字的意象，提醒每一个人，上帝的手还伫世间伫做工，互心踮绝望的人得到圆梦，互做歹的人惊吓，互黑暗的地有光得照，互无疼的地得到温暖。2009年出版的《圣诗》第22首。主上帝正手，华语版是自右手写字。这个歌词写甲相当的踏切。上帝的正手还伫写字，写出伊的故事，写出伊的仁爱甲权能。伊的正手到今犹原引带咱向前。伊的正手也会攻击咱内心骄傲、贪婪、自私和羞愤的部分，伊的正手会扶持咱的软弱，拄起见笑和误会，甚至互咱经历医治，伫咱的心中栽种愿望甲平安。默想，我是毋是捌伫生活中经历上帝的手拯救和提醒？是毋是深信上帝的手伫生命中时刻引带？我是毋是捌伫生活中经历上帝的手的拯救和提醒？是毋是深信上帝的手伫生命中时刻引带？咱同齐来祈祷，做工无歇的上主，求你伸出正手扶持我，伫困难的所在想事愿望，伫痛苦的时想事安慰。时刻引带我专心仰望你，我深信无论任何处境，你的手拢在做工。求你赐下自由、仁爱，互人伫我的心上看见你美好的工作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